後來鄉親啊，也會記得2024年 Team Taiwan 摕到12強賽冠軍的迄種感動無？所以落來球迷唔免專工飛出國，就當為 Team Taiwan 烏燕讚聲，因為台灣成功摕到主辦權咯。來看這個報道。台灣的球迷的國旗佇東京巨蛋真歡喜，這一幕2027年唔免飛去日本啊，佇台灣就看會到，因為 Team Taiwan 台灣隊將佇咱台灣迎戰世界強敵。來講2024年 Team Taiwan 佇世界12強的棒球賽一路過關斬將，最後摕到台灣棒球史上頭一座一級比賽冠軍。今麥咱的球員佇上屆熟悉土地，會閣踏上國際賽舞台。台灣正式出戰第世界12強的棒球賽，預賽甲複賽主辦權唔那安尼爾。2028年洛杉磯奧運的棒球項目，最後的資格賽主辦權嘛佇台灣。我覺得最大優勢當然是因為就主場嘛，所以現場的球迷大概90%都會是來為你加油的，所以我覺得在比賽上的力量跟發揮應該都會比在客場好非常多，不用去考慮時差的問題哦。那再來就是，其實我們在主辦方的優勢，還有在賽程的安排上，有可能也可以對自己稍微比較有利。想要拼奧運 ，Team Taiwan 就要佇12強勝拼亞洲的頭頂，直接摕到門票。若是無成功，就要佇亞錦賽拼前2名，再去參加6搶1的資格賽，拼最後一張奧運的門票。佇這場關係到奧運夢想的關鍵的戰役，擁有主場優勢，一定會成為咱 Team Taiwan 台灣隊重要的利多。我覺得在對於棒球的發展上，也可以讓就是國際去看到說，我們是持續的有能力去舉辦這種大型的賽事。全台球迷嘛期待 Team Taiwan 台灣隊會當佇奧運擱寫下棒球全新的好成績。